阿美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咱三甲来因信息15首，万物光明。
办面的时，就定着将人囥伫迄中间。你毋若错助阮，仰视看顾阮，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互阮。阮特别感谢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。阮得着救，伊对第三日归死国我，迄民主是掌管一切独一的真神，所以阮才会通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恭敬虔诚的心来阿罗感谢你，也因慈悲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真理的话命的话。愿信心即时临到阮的中间，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的礼拜充满着你的灵光，得到你的感动。三听。互相扶持，关怀大道。阮的肢体中有身躯白痛、心灵忧伤的，恳求主，较有信心来跑走头前的道路，来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主你的性命。听堂的主啊！阮嘛恳求主，你继续的带领一切的顺利，也互阮伫见长甲见人的异象中，看见主你听阮。你，搁一摆，用牧师交代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，你甲伊伫地，保护伊的喙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，成做阮骹前的灯，路前的光，这命所献互你，求你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。即时，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主导文做伙来祈祷，讲，阮伫天里的。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咱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叫阮看到迄个爱，因为国、权力、灵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接着，咱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，你着尽心。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弟弟，即个界是全部发生你的我用新的界面。你是我的学生，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三甲来刻印文，刻印文第22诗篇95。39页。咱三甲来刻印，来啊！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。
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甲42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35节，甲42节，台语汉语版105页，和合本140页。两个学生伫徛，看见耶稣伫行，就讲：你看上帝的羊羔。迄两个学生听伊所讲，就对耶稣屈转身，看因伫对伊，就甲因讲：恁伫找啥物？会看见，因就去看伊所住的所在。迄日甲伊3角大，迄时约4点钟。听约翰的话来对耶稣的两人，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伊大身拄着伊兄弟，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，你要真做基法。另外一处的经文，罗马人书10章14节甲15节，罗马人书10章14节甲15节，台语汉语版第1。总是伊所也未信的，歹土会求救伊；所未听见的，歹土会信伊。若无人传，歹土会听见；若无是奉车，歹土会传。照所记。赞美，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，伊要赞美的诗歌是甲主做伙行。
经书。伊的疼痛永远无煞，互我的心灵真正快活，一路有主的祝福，满满足足。进度，今日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安德烈的行动，咱请牧师。主啊，圣歌队引带咱敬拜上帝诗歌。拄着艰苦毋免惊，天地歹日较接惊。第一场的人哦，听了我就问隔壁讲，啊，这个讲啥吼？啊，这个有押韵的，你若要用华语翻，当然咧讲啊。遇到了艰难困苦不用怕，天父，哇，后壁较歹翻啊吼，还佫押韵吼。天地上帝伊因法保守，虽然咱所看到真有限，敢若好亲像咱踮咧世间的代志所看到，拢敢若亲像安尼共款。这是一个冰山，啊，咱今仔日当然知影环境的变化，所以冰山啊，伫咧北极、南极有真冰角，但伊讲冰角啊，其实是山。伊下骹吼是顶头这几倍，毋係几倍吼，有讲10。伊甘咸无啦吼，跟个比重有关系。但是咱知影，大部分是伫伊的下骹顶头，毋是安尼。即就敢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家己。真侪书咧印刷保护半领咱大部分拢是伫个海平面下骹的部分。你若家己回想起来，你再做一款的记录。你若无即款的记录，大部分就亲像海底的，伊就行过去啊。有当时啊来甲教会兄弟姊妹问讲，今仔牧师啊，你若在遮，你今仔敢无休困？嘛毋知，毋过吼，尾后。真简单，啊尾下来才发现，下骹遐尼侪代志吼，敢若冰山下骹。其实咱逐个人哦，拢类似安尼。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是别人无一定看会到的。所以主耶稣伊踮咧即个世间，咱讲传福音的3年偌久，约翰点伫个上路马具的记载。约翰福音2章25节，上路马具的记载，伊讲耶。吼，嘛堆袂落去，这就敢若亲像咱咧讲的，咱今仔日所看到福音书，耶稣伊所服侍的，伫咧即个冰山顶头安一角角那顶，伊是后壁有真侪故事，咱爱通过海平。安德烈，伊是真特别的一个人。中间100度是行洗礼约翰，行洗礼约翰2000年前一个真互人感觉讲真特殊性的一个人物。伊感觉大家踮伫即款的环境内面吼，互即个社会吼较高化的所在。圣经称作旷野，踮咧迄个所在，咧传，咱就爱悔改，咱来悔改。有影想的呢吼，今仔日即个时代咱嘛共款，来悔改啊！因为吼，地面上的法律真容易互你违反。早起5点外起来，简单。灵修读了后，阮就行路，行按文林路，
文林路行到尾爱过美伦街，啊，然后过布花，啊，就会当。时阵哦，青丁是一款，过来啥？红丁啊，青丁以外就红丁啊。透早5点半、5:20、5:15，你敢着等迄个红丁？布花，你去要布花行。有人讲，哎呀，你多愁善感啊！我甲东港牧师咧分享这哦，其他的牧师讲，哎呀，你多愁善感。透早5:20，什么人来插你？有没有闯红灯？迄个时阵嘛，为着家己的方便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咱毋是挑工要去做这项事，但是为着家己的方便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咱会当合理化足侪代志，甲合理化，真侪代志咱会用甲合理化。行水的约翰，伊要传的就是靠看得到的冰山这个行动的后壁，你咧想什么？迄个部分你爱 U-turn 爱悔改，伊咧传即款的，所以有真侪的人掠鱼的啦。行水的约翰来讲到即款悔改的福音，帮助因伫日常生活做检讨，是毋是有对焦在上帝的面前？伫上帝互咱的教示律法律例的中间，是毋是有搁一摆倒转来上帝面前？所以这是行水的约翰所咧传迄个悔改福音，但是伊定定甲遮的听众提醒。毋通停留伫遮，有一天上帝所差派弥赛亚救主要来，迄个中间，所以伊咧提醒遮学生，有一天上帝所派的基督拯救的要来，迄天到啊！伊讲啥？伊讲看。上帝的羊羔，就今仔日咱所读约翰福音第1章迄句话。但是即句话讲出来时阵，有几个因无咧甲耶稣讲，阮想要从啥讲？啊，你住倒位？想要搁较深、搁较长的时间，甲耶稣交谈。耶稣讲来，恁来多看卖。所以迄个是一个真重要。咱看到道边即北道有人圣经无写，毋过学者一寡老师甲咱讲，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叫做啥？约翰，因为约翰中间，约翰福音中间，毋若甲一摆，到20章搁走出一摆，21章搁走出一摆。开始写家己的名，所以就咧讲另外迄个学生，这是耶稣所呼召邀请第一批诶学生中间有一个叫安德烈，所以尾啊还有2个4个斗阵，另外就是安德烈的兄弟叫做学生。主耶稣有答应正平一个，因为这4个拢是讨鱼的人，知影要掠鱼哦，无遐简单。因甲你讲，你来缀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共款。第一批4个学生，你若对咱今仔日约翰福音第1章读了后，搁落去43节，你看耶稣。
规律，这是约翰福音真特别，哪会甲即款的处事记录来？原来伊要甲咱讲一个功课，这个安德烈，伊是一个不加理性的人，所以对一开始，咱拄所读的圣经是耶稣出来传福音，若讲3年偌久，起初。1年偌久，照一寡学者甲咱讲，耶稣就对军队伊，成百人、百外人的中间派两个出去。我甲恁讲的，恁会晓讲，出去传看卖。彼啊，佫对这中间选12个出来，称因做使徒。马太福音讲称因做使徒，这项。所出来传福音，带这12个学生已经到其中啊。然后哇，遮侪人来听耶稣讲道了，要安怎？巴多要安怎？耶稣看安尼，就甲伊的第5个学生选的第5个学生叫腓力，甲意思是讲200工的工钱啦。一工若要用今仔工人来讲，差不多2000、2500，你佫乘200，就算讲有遮尔济要去倒买，通有安尼规千人、成万人食，哪有法度？这中间有一个叫安德烈，伊带一个囡仔讲，车伊有5块饼、2尾鱼，这是期中考，安德烈又跑出来了。你若看第一届要。5块饼、2尾鱼，分互遮的人算什么呢？算什么？所以安德烈，伊知影事实是无够，毋过伊奉献所有的，就是带这个囡仔来甲主的面前。这是互咱知影，咱真侪时阵伫信用顶头，咱用经验来明白。事件超越理性，毋是反理性。有个人讲免甲想遐多啦，做就对啦。这叫做违反理性。安德烈是真理性的人，5块饼、2尾鱼算什么？真清楚。毋过信用就是伫遮。嘅代志是上帝来做。所以咱讲伫人袂话的，伫上帝万事拢会，就是咧讲即项啦。当咱愿意将你家己看起来无算什么，真侪人讲无算什么，囥咧厝毋好摕出去歹势。哎呀，我袂晓做啥，去敢若摆椅啊，歹势。无，咱就需要人摆椅啊。无到尾啊，恁离开了后什么人爱个拼？你的酒杯若无要摕转去毋通囥咧遐。足多代志就真好进行，是毋是？毋是等你来甲遮，互人服侍。安德烈知影，我敢若有安尼来尔，我敢若看到即个囡仔5块饼2尾鱼，但是我甲伊献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咱看到伊通过经验超越理性，用即款的信心。伊就是用即款的精神，咱逐个人可能敢若5块饼2尾鱼，咱若愿意集合起来，就会当帮助遐个欠客的人。第二项，当拄仔讲期中考了后，到期末考啊，耶稣出来传福音，经过3年，上罗马一摆进入耶路撒冷。腓力中间有一个对话，这记载伫约翰福音。腓力这个排行第5哦，不只要头前12个排行第5。有一天伊甲耶稣讲：“你天父，安尼这个父，你显明互阮看，好无？
显明互阮看，阮就会当满足，我们就知足啊。阮跟缀你3年啊，遐久啊，我缀你学遐济，阮就是要等这个啊。天父上帝伊的关灵，伊到底久啊？你缀阮吼学嘛学3年7个月，爱出师啊呢？缀阮遐久啊，缀我遐久，恁还佫无认得我吗？看着我就是看着天父。白啊！敢若今仔日，咱若踮咧树林教会有到一段时间了后，你就知影讲啊，有代志，无一定爱找牧师，找长老，因拢会当斗相做。遇到真好，斗阵信仰团体遮尔久啊，耶稣甲腓力讲，看着我，就看着白啊，对照。咱特别把这句话提出来，就要对照腓利过节中间逾越节，就敢若亲像咱踮咧台湾做就老历，哦，还是讲3个安尼迎马祖吼，一款讲叫做迎马祖，一款叫小马祖啊，安尼哦开始按中部、南部安尼行。这款的老历的中间，毋是干那遐个信徒踮伫咧军地，有的人吼南北最近去看老历。新学院的学生哦，去短行8天7年，为了要写论文，嘛有国外来的观光客，国外来的观光客感觉这真特别。这中间有一寡希腊人来啊，所以通过腓力想要见耶稣，因讲你是毋是？伊知影讲安定的较好打，这款代志我嘛毋知老师会答应。到时去找老师讲，啊，这个毋是犹太人的人，甲米西亚无关系，你带伊来要创啥？伊掠做耶稣来甲因的中间，伊也无认。所以腓力是伫即款的情形下面无把握，毋敢带外国人、外邦人、非犹太人、无认捌耶和华上帝人去找耶稣。要找你，咱拄啊有读，等下念咪要背的金句，就是线接伫即段。你若有圣经，你看到约翰福音12章，当因去找耶稣的时阵，耶稣无讲足欢喜，讲哎呦我。做，文不对题呢。学生来甲咱讲外国人来啊，结果耶稣甲因讲哦，一粒马若无落伫地里，敢若亲像咱周报内面有写。顶礼拜，咱的少年团体去韩国花城教会有 homestay， 12个学生去遐，因转来。别个心情，咱一听到安尼，咱12个学生去人兜住一礼拜吼，咱12个少年团体互人真好的款待，所以咱嘛真感谢有一个长老，一个执事，伫咧拜三，特别要陪因去。高雄啊，北海岸啊，一日行，代表教会接待因安尼吼。其实真感谢这2个同工欢喜拨时间出来，教会请因食两。我顶礼拜甲咱讲过，5岁到14岁，一年一班，总共100个学生。我讲阮的幼儿园嘛100个吼，不过拢是幼稚班。所以因感觉这是真有兴趣，所以过来拜5再去会来咱中间。敢若亲像安尼，咱家己的服饰有其他的文化。
落去啊。对身躯边的服饰，爱进入一款超越文化、超越国度的服饰，安迪咧有听落去。伊对身躯边找的阿兄开始，到有一天铜锣尾哦，这两项代志拄到前后差3年哦。倒平即个是伊对伊阿兄讲，正平是3年后，外国人来到耶路撒冷，想要找耶稣，所以安迪咧协同菲利带这外国人去找耶稣。见耶稣以外，伊个福音书有一个真趣味的，迄个人叫拿但业，踮伫个树骹，迄是菲利来甲讲，排名第5个去找第6个啦。讲弥赛亚来，讲有影，哪撒利口即款小所在，哪有出什么牛人出？对伫咱是真习惯的观念，真爽快的舒服圈，爱超越遮，进入一款无共的文化、无共款的习惯。这是咱看到安迪咧，互咱特别的学习。上落尾，咱会当看到对你的答应因一项。我想即4个加减无了解，毋过敢若听到即项，就要来缀看卖。即4个拢是妥协的人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后摆吼，恁要得着人，足侪人要缀恁，比遮鱼搁较侪。咱若听，加足侪掠鱼的人知影掠鱼无简单。竟然缀你来行，缀你做另外一个事业哦，竟然会当比掠鱼得着搁较侪。阮来缀看卖，即4个。西门甲安迪咧，即4个人若照约翰福音记载，第1个是啥物人？第1个去明白耶稣一下，安迪咧。好。结果吼，咱看着按期中期初开始了，到期中到期末吼，有一天，耶稣甲学生踮咧路，派人来甲耶稣讲：我的查某囝即个死啊，请你吼来为伊祈祷。耶稣听着就往因兜行。无想到中间有一个插播，有一个人破病，耶稣特别落来甲医治。结果即个去当着时间当着，大家挨录因兜的时阵，查某囡仔已经死啊！人讲毋免来啊啦。入去的时阵，伊带几个人入去迄个查某囡仔的房间。伊总共带5个人入去即个查某囡仔房间，除了即个查某囡仔4大人、老爸老母，搁第一批学生毋是4个吗？欠倒一个，无互安迪咧入来。即3个学生看着耶稣竟然会当互4人过活。你想看卖，对即3个学生偌大的挑战？你若当面看到耶稣会当安尼互4人讲话，搁有一届要上山，伊知影这是一个真关键的时刻，要去遐祈祷。刚阮带3个学生去，什么人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因为迄是一个真特别熟练的经验，伫迄摆的中间，因3个学生一看，竟然看到耶稣以外，还有摩西。奇怪呢，第一批4个学生中间欠倒一个安迪的，耶稣哪会甲袂记的嘛？
人类世间第一个认出来耶。人带第一个福音朋友来耶稣面前，迄个叫西门。第一个带人来耶稣面前的叫做安德烈，但是伫这款重要的场合，哪会无安德烈？你捌想过一下？耶稣敢袂记得去吗？甚至到上路尾迄礼拜，耶稣知影要互掠，要互钉十字架，所以伊来甲克西马尼带。三个，多三个，同款是彼得、甲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嘞。你讲啊，伊可能赖皮，可能无影哦，伊对头到尾拢伫个。咱拄仔讲的三个故事，伊对头到尾拢伫个，对无？而且耶稣过来五块饼两尾鱼，到甲希腊人要来找耶稣，安德烈拢扮演重要角色呢。但是耶稣哪会无伫遮个场合带去？咱看到一个门徒伫个服侍的中间，对伊争什么款的代志，完全无去甲人争取遐。即四个学生，咱无看到安德烈啦。毋过彼得安怎？当耶稣过话上天了后，彼得伊才使徒踮伫耶路撒冷。第一篇基督教会讲道，伊个有一摆要去圣殿祈祷，踮咧路一个真门叫做水门，碰到一个喙齿就摆开的人。哦，迄个故事咱拢会记。哇！你看彼得做教会头，看耶稣国将锁匙天国的锁匙交予伊，听起来好像很风光哦，很得意。那是彼得。伫这四个学生中间，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、启示录，基本上咱拢相信这是使徒约翰所写，所以佫是耶稣将老母交托予伊的一个使徒。哎呀，这个约翰互咱真纪念。第三个人叫做雅各，对无？足侪人踮咧想要去，有一条路叫做圣雅各之路，这用几百年啊。对法国行甲西班牙的通边仔遐，普遍应用去啊。不过有伊会忘伫遐，雅各死。雅各是12个使徒第一个殉教的，叫希律开始长头，伫使徒行传记载。所以尾啊，耶稣的弟弟再来取代这个角色。12个使徒中间第一个殉教，去头徛在面对王、面对死，坦然无惊行。耶稣第一批4个学生，这3个到今仔日，咱拢会记伊个故事。安德烈在倒？安德烈周报我。拄仔咱讲到约翰福音12章，希腊人要来找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就听到安尼。无甲讲哦，欢迎光临！啊，恁准备好？啊，什么人要甲我欢迎？哦，伊无讲。伊要甲咱讲到，通过这粒麦，其实伊是咧做一款福音的宣扬。咱今仔所读的罗马人书第10章，是引用以赛亚书，咧讲到迄个报好消息。
凡好事的人，因的脚链。同款，伊诚做咱极大的一个纪念。所以今仔日咱游玩同款，三甲主席的时阵，咱来认捌这个天父上帝，领受伊伫咱中间的疼甲救恩。但是咱嘛，我所做的无人欣赏。煮遮尔好食的饭，转来囡仔转来无要食，袂见啊！明仔载恁家己食外口，无爱煮啊吼。啊，所以吼，踮咧厝诶人有人煮饭吼，咱其他诶人都爱甲食完。啊，若无明仔菜无爱煮啊吼。有当时啊，咱会遐讲吼，我啥物人要做，无甲啊，无爱甲你做礼拜啊。有当时咱会感觉讲，我所做，哪会无人知，哪会无人纪念？这个，互咱看到原来，伊要产生更较大的效果。所以咱常常会踮咧天父上帝面前献上这款的感谢，咱会踮咧。几十年才愈来愈学习着。小学6年的时阵，咧读主日学。阮有一个老师，伊是读台湾师范大学1年的学生，所以安尼咱就知影。读大学啊，咧教阮的主日学，有一摆讲着祈祷这项事，迄句话我听无，但是我一直拢会记，毋知影安怎，即句话特别互我会记。伊讲，咱拢爱经验着。祈祷的功课，啊，咱从细汉开始都背主祷文，背足多。我迄阵啊，敢若会记听讲，哎哟，迄是恁即款老人仔老目屎，阮即款少年的祈祷哪会目屎，对无？背了就好啊咧。迄阵啊想讲，无啦，伊才18岁、19岁，但对我来看，伊就老人啊咧吼。敢若恁才会讲，祈祷爱流目屎，祈祷咱就流目屎。你甲上帝、甲天父上帝讲话，咱就流目屎。亲密的一个交谈，无论你是欢喜的目屎，还是求怜悯的目屎，你伫迄个中间，深深去体会着。尾啊，即个老师伊出来。台湾师范大学出来就是教册嘛，对无？教国中，尾啊伊个读研究所，啊然后读教高中，啊20年后，会碰到过去这10年，所以当我佫碰到伊是一个牧师的时候，我特别走去甲讲，我讲真感谢你，伫我读主日学的时阵，12的时阵。你讲到这个教示，我迄阵啊听无，经过开10年就拢袂记啊。尾啊，几年后有一摆，佮大家牧师同工斗阵时，我佮去甲讲这，哎哟阿多，因为就叫我阿多嘛。迄阵我是伊的主流学生，就叫我阿多叫习惯啦。中心教会，看我。对我的性命来讲，我必须要将这个尊敬、这个感谢摆在伊的面前。这是敢若亲像咱有啥物讲，咱就爱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，毋是敢若伫这个拜堂内面安尼啊。你用诗歌、用祈祷来敬拜上帝，尊伊最大。然后结出的价值，你家己面对家己，毋是面对外口，面对家己会结出一个真实的价值。传福音毋是要传，你若亲像安德烈的时阵，人敢若看无伊，毋过伊的性命得到即款的丰盛，对着。所以
咱毋茫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好啊把握你所读到的圣经，你若感觉圣经哦，哇，有当啊读袂落去，啊，你就好好啊，甲所圣诗184首。你若袂晓吟，啊，你至少甲歌词甲记两句啊。这其实就是你一款敬拜，一款祈祷，一款阿罗。圣诗184首咧讲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伊咧讲耶稣恩典哪会遐深？伊咧讲。对啊，你会听，哪会遐尔啊大？主耶稣基督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救恩哦，为我实实的价值，哪会遐尔啊深？圣神啊，你的感动，哪会遐尔啊快？快的意思就是讲，大细项代志，逐项伊拢咧。会当踮咧你的日常生活中间，用安尼经验到，即个我无去啊，但是伊结实做出来。如果你若要坚持，互家己即个买伫地，你就无可能结实出来。有当时咱会讲，无，这就是我的原则，这都我都爱安尼做，哦，袂用轻易放弃。你若毋让吼，即个买若无死吼，就无可能结实出来。咱拄读册时。归属第一，有归属感，咱会当疼人，会当得到疼。这种是人生命的需要。到上尾有一项自我实现。我到底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做啥？自我实现。你的生命要实现什么？今天老弟，要这款的自我实现，一定坚持迄粒麦，迄粒麦吼。歪好骆驼，歪好死吼，你就游完一粒的自我实现。但是你若带伫土里，骆驼了后，伊就要结出最的果子出来，这是咱的生命中间。安迪咧，伫你的生命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所服侍的领域。会结出遐尼多的果子，所以咱求主帮助咱即礼拜，想看卖，安迪咧其实是真理性的人哦，但是充满热情，但是真大的动力，互你继续跑走。第二，伫你实践、服侍、付出以后，无互人肯定。人唔知，甚至无得到 feedback， 没有得到回应，你会感觉失望，而且感觉分享最坚定。所以踮个信息553首遮，亲像安德烈的行动共款。无论人知唔知，伊拢要为主做干净。因为主是咱最好的朋友，恳求主帮助。为主来做，
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温度中间有安定的，成做阮的模样。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踮伫阮的生活所在、工作的场合，也是阮踮伫教会厝边，拢会当把握机会，亲像安定的共款，引带人来。领受到福音好消息，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准备奉献，献做偌济。会将车起立。请坐。煞接，咱来念今日的经句。今日的经句记载伫约翰福音12。煞接，大家念2遍。我实实甲恁讲。一粒马无落伫地里来死，就犹原一粒若定，死就结实济济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我实实甲恁讲，一粒马无落伫地里来死，就犹原一粒若定。无落伫地里来死。就犹原一粒若定，死就结实济济。那么，
这两位应该是陈景阮跟林安琪吧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。以下是先记的名单。少年团体选出新任的会长，要伫后礼拜第2堂礼拜中就任。9月风尘铃声会当到招待道，还是办公室买？拢参加。8月29號下晡，韓國華城長老教會牧師團隊會前來本會參觀。宣教事工部伫9月7號舉辦超濟馬街的腳跡，甲楊恩老師做伙遊淡水。若有要報名的兄弟，請到招待道。拜三的查經班定伫8月28號開課。踴躍參與。青年團契甲少年團契要伫8月31號甲9月2號舉行會長的篩選，請大到。以下是少年團契9月例會內容，歡迎兄弟參加。教育館的景觀工程甲內部設備綜合的連線項目，可以將陈良成兄弟伫8月15號安孝主懷，定伫8月31號。請繼續為身體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禱，願上帝安慰甲醫治。感謝上帝，互咱踮佇教會內面，除了同心敬拜以外，咱也得到一寡機會來造就。所以拄啊，周報中間有寫到不遮多的活動事工，包括無論是拜三的查經班，還是9月初7宣教事工部有擺着這個馬街的腳跡。咱伫個年中閣一擺。咱今年特別是叫做甲金句有約，與金句有約，所以咱對佇安尼新約寫，即擺寫甲舊約摩西五經吼，寫袂了，因為過來要進入申命記，因為周報中間咱有特別有寫到申命記的解釋，所以如果過去你有到。真侪兄弟姊妹發現講，家己的領袖實在是無共，所以望即項咱來當囥佇倒，你也同心決定來投入。禮拜早起來的時陣，你會當看招台都遐有同工佇即項書頂頭佇服侍咱。除了這以外，咱特別大島，佫有另外2項。第一項就是包括咱有看到周報，過來即中間有不止多團契選舉會長，咱為了這受選的人排列咱的大島，甲咱願意甲伊同工的心。另外就是咱看到暑假2個月來，咱有真濟的事工活。今仔日咱會當看到兒童主日學老師的例會，包括有福音隊
下晡无论是新闻、事林的下晡，因佫会做一寡整理、反省，包括去马来西亚的暗时游玩共款，会做一寡即款的一个因所领受的，大家也做一个分享。望咱传福音的动力，分享福音的动力会当更较深，会当更较深。所以无张持吼，这是无张持。顶礼拜才知影讲，咱少年团契去的迄个教会的牧师，因有11个啦吼，11个牧师要来，拢无牧师娘。我想讲11个大部人啊。路遐文林路遐有一间教会吼，咱再去找伫2楼，迄个牧师叫金以撒，必然的囝以撒吼，迄个名，迄个会陪伴因来甲因做翻译，所以拜三有一天咱会当有同工特别陪因去教会拜5早起会来教会吼来看。我本来是讲我无伫的，因为过来即礼拜我无伫的，我歹势吼，我无伫安尼。因讲忙紧，咱就是来看，特别是咱的幼。毋过有机会，大家互相学习。咱知影伫上帝教会无大细汉，大家拢同款。吼，咱拢是肢体结连伫基督，所以咱将这事放伫咧基督的中间，嘛包括你家己所要拜日的，无论是个人、家庭，你的健康、你的心思意念，拜日伫上帝面前，咱请起立，开咱的心。处理好阮有安得的，是阮的动力单纯的幸福，超过阮的理性，会当较处理的福音上，就是你因传不去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也是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逐种无同的恩赐，嘛，互阮真侪机会。搁较要紧，今仔日，互阮看到安德烈，伊诚做阮的一个模样。恳求主，互阮有勇气接受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。特别是阮在座，若还未认捌主，还无接受耶稣基督的，恳求圣神你特别伫因的心内做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踮伫你的国度中间，会当更较谦卑，无去甲人相争。特别互阮看到囡仔软弱的，阮有疼心要扶持伊；看到有其他无同的人，意爱要你来甲你面前，阮会当亲像安德烈共款，欢喜带人来亲近主，勇敢听主，听到底。感谢你，因为你互。愿让你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行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
会疼痛，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合之地，对即时直到主过来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